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講幾個形容口感的詞：沙沙、粒粒、泡泡、抹抹、好好。先來講沙沙，青菜拄烤起來掛塗，若洗無清氣，食起來就會沙沙。啊，講食西瓜，就是愛食沙沙的，講果肉沙沙的西瓜，才會甜，才好食。閣來粒粒。煮飯水若下傷少，飯的粒粒無介好食。也毋過有個人無愛食爛飯，就是愛食飯粒粒。啊，若泡泡是咧講物件食起來粗粗鬆鬆，口感無介好。像講即水的柑仔種了失敗，泡泡無湯，恐驚賣無人愛。閣來寶寶，伊我囥傷久，攏已經寶寶袂食哩咯。這個恁個嘛是共款，嘛是囥過頭久。外皮是大寶寶，閣來抹抹，像蛆仔、金蕉、梨仔等等的水果，若也未夠粉，也未黃，食起來就會抹抹澀澀。另外，台語教典講，蚵仔也則是菜頭，若煮無熟，食起來會齁齁。阿母啊，你菜頭是毋是煮無透，哪會食起來齁齁？今仔日的台語字，咱講即幾個形容口感的詞，實在真趣味。